来继续来看婚林园长的西庄社区，去年甲社区老厝的花砖整理出一本册，今年佫发挥创意，请木雕师傅甲花砖雕刻做木雕品，配合着最近要来举办的生活节，甲印有花砖多样的红菇粿送互乡亲，嘛希望会当发展出社区专属的产业。 许多人将炊火红菇粿烹上桌，看起来喜气阁好食不堪。真正看顶面的图拢无同，原来是拢印西庄社区内花砖花草。透过木雕来呈现它更好看，对啊，更有立体性，提升社会的社区的互动啦，这样子啊，然后凝聚力、向心力啦。关中乡西庄社区透过县政府文管处传承的相关计划，收集社区内花砖花草，整理出一本册，嘛找刻槽师傅将花砖刻做艺术品。我们今年呢就把它做成精装本成册，而且呢里面呢还会特别介绍那个8个不一样富贵吉祥意识的规模。社区为了配合最近蜜月活动，将红菇粿送予乡亲吃，嘛希望在未来会能发展做社区的产业。